宣调，耶和华有怜悯，有稳定，无快快受气，佮有丰盛的慈爱。咱也认咱的罪，伊是真实公义，要赦免咱的罪，洗清咱拢总的不义。阿们。现在请咱闭目咱的心，咱三家来祈祷。阿爸爸上帝，我满心的感谢你，让我得到帮助，是我靠耶和华的名，竟然求告主耶和华的，耶和华要亲近因，就是亲近遐个用诚实求救伊的人。哦主啊，你别永远。既然有两三人奉你的名做一祈祷的，你就伫阮的中间。我相信主，你已经伫阮的中间了，所以恳求你来保守阮身躯的健康、心智的健全、内心的清气，坚持会当爽快，按照你的福音。来行起一切合法的事工，当阮有困难的时阵，求你来引带阮，来帮助阮。当阮遇到痛苦、困难的时阵，来恳求主你来安慰着阮，来帮助阮。但愿你的恩典也通保障阮一切的无够行。那今日阮搁一摆，借着。网络的礼拜，为了尊重主你的圣尊名，我来要用着圣洁、公义来服侍你。愿上赞、荣耀，拢归于圣父、圣子、圣神，三位一体的真神，直到永永远远。今日我搁一摆，来到主你的小宝座前，谦卑要来听你的话。恳求主你来清洁我的嘴，相信保守，来检查我的心思意念，我会通有一个蒙恩得福的这个主日。那目前美国病毒的疫情，也阁是到处的流传，搅扰着百姓，大家不得安宁。恳求上帝来保护阮的健康。要疫苗解药，会通早一日研发出来。但阮诚心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民数记13章25到33节。25节，因偷看迄个地42句，
才倒来，到巴兰的旷野的加tế司记摩西、阿伦，甲以色列的会众，恢复因甲全会，佮用迄所在的轨迹，互因看，佮甲伊讲，阮到你所找阮去的地，果然是老年甲密的地，这就是迄个地的轨迹，总是迄所在百姓勇壮，城也坚固旷大。阮伫遐也看见阿拉族、阿玛利人踮伫南方，赫人、亚布斯人、阿摩利人踮伫山地，迦南人踮伫海边，甲约旦河边。加勒伫摩西面前安慰百姓讲：咱着立刻上去来得到迄所在，咱有够野的力会较赢因。独独遐个甲伊上去的人讲，咱袂会上去攻击遐个百姓，因为因比咱较勇壮。因遐个人论所偷看的地，对以色列人报歹消息，讲：阮所经过偷看的地，是吞食遐个徛起的百姓的地。阮伫遐所看见的百姓，拢真大汉。阮伫遐看见阿拉族人，就是大汉人，因是大汉人的后裔。叫阮看家己亲像草莓，叫因看阮也是安尼。第二位圣经记载伫约书亚14章第6节到14节。第6节，迄时犹太人伫吉甲见约书亚，有基尼西族耶夫尼的囝加勒，甲伊讲：早伫加tế司巴尼亚，耶和华对上帝罗卜摩西所讲，关系你我的代志的，你拢知。耶和华的罗卜摩西对加tế司巴尼亚找我偷看即个地，迄时我拄啊40岁，我尽我的心回复伊，总是甲我上去遐个兄弟，互百姓心失志。不说我专心对耶和华我的上帝。等于摩西就怎讲：你的骹所踏的地，定着要归你甲你的子孙永远作业，因为你专心跟对耶和华我的上帝。看耶和华照伊所讲的，互我活着已经45年，就是对以色列人行伫旷野。耶和华甲摩西讲这话的时，看现今我85岁啦，我还阁勇行，亲像摩西找我去迄日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气力迄时怎样，现在我的气力也是安尼。求你用耶和华迄日所讲的山地互我，因为迄日你也有听见，伫遐有阿拉族的人，伊的城旷大坚固。若耶和华甲我伫这，我就要赶因出，照耶和华所讲的。约书亚就甲伊祝福，用希伯伦互耶夫尼的囝加勒作业，所以希伯伦做基尼西族
亚夫尼囝加勒的产业，直到今仔日，因为伊专心军队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这是上帝的话，既然读、佮听遐有言、佮欢喜遵守的人，真有福气，因为日期近啦。阿明。俄罗上赞俄罗主。梦阮的人上赞俄罗主，梦阮的人上赞俄罗主，梦阮的人上赞俄罗主，梦阮的人上赞俄罗主。基督是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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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赞俄罗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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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赞俄罗主。亲爱的乡亲、时代、有老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伫这个圣经中有记载到有真侪这个属灵的伟人，每一个人拢有伊真无相像的这个特色。譬如讲，甲上帝同行300年的人，你就会去想到迄个是伊诺。若是做大船呢？你会去想的是拿阿，那是引带百姓出埃及的人，迄个就是摩西嘛。那么合上帝心意的人，迄人就是大卫。所以出埃及以及进入迦南地，咱会去想到的是摩西，甲想到约书亚，总是真有可能，咱拢袂去想到要一个人做加勒这个人。加勒虽然无亲像摩西甲约书亚一样。诚做历史上的这个伟人，却是因为伊对耶和华的这个信心和顺服，
后来伊甲约书亚就成做因迄个时代唯一两个对埃及出来的人中间会当进入这个迦南地的人。那今仔日咱要来看这个圣经节，是历史上就是这个关键性的这个事件。摩西带着这个以色列人来到迦南地这个边界，因大概行了有1年半，近2年的这个时间，然后到迦南地这个旷野这个加低斯的所在，应该是通得到真大这个庆祝的事才对啊！因因离开埃及，进入这个旷野，就来到这个应允之地这个边界。因拄拄准备要进入这个流年甲米的所在，这个所在就要叫做因永远的这个产业。所以摩西就先找遣12个人，先入去做调查，看迄所在地形如何，看遐个人是生出什么款的。经过了40天，12个人因倒转来就耕了一寡当地这个水果，有葡萄。无花果，还有石榴，这拢是迦南地土产，所以正辈人是欢喜甲袂顾忌。其中10个人讲，这个所在果然是上帝所讲的是流年甲米的所在。因大声讲 yes， 这是一个好的所在。总是呢，因煞就是讲负面的话，讲什么话呢？讲然而 ，nevertheless， but， 但是对着人的身躯真悬大，声求真坚固。因的结论是 no， 袂使的，因为因比咱较臃肿，咱像条草莓嘛无够因来瑞时呢，所以这天就用着悲剧来做结束。迄时以色列人做一个袂通挽回的这个选择。因这人竟然选择因要背叛主耶和华，因选择无顾要再做耶和华的子民，甚至因选择要倒转去埃及地继续做奴隶。所以12个探子所看到，拢是同款的状况啊。总是12个中间的10个，甲其他2个这个探子有真无同款的结论。10个结论是讲。咱无法度通入去，这10个探子所做这个错误的选择，因看到迄个所在有真强壮的这个对敌，而且因的声像真坚固，因认为迄是无法度去攻打的，因为伊比咱较强，比咱较勇。那么迄10个人所做的报告，虽然有淡薄仔较夸口，总是约书亚甲迦勒。无受多数人的影响，伫一面倒的这个局面下面，因充满着信心地讲：上帝来帮助因，什么人会通抵挡因呢？因就用信心要来踢掉这个破空。迦勒先跳出来，伫摩西的面前安慰百姓，伊讲：咱通马上上去来通得到迄个所在。咱是有够个通得到得胜的，加了对上帝充满着信心，伊挺身而出，唔惊受摆脱，甚至冒着这个生命危险，伊嘛无咧惊啥物。虽然迦南地的确有带真勇壮个雄猛的这个民族，虽然是真无容易来拍赢这个伟人的后裔，总是家己的信心。是对耶和华应允所下来的，要将迦南地享受和一些百姓做产业的。那么其他10个探子唔敢入去上帝要赐福因流年甲米的所在的原因，就是因为因看到这个阿拉族的人，因为因拢是伟人的后裔，以色列百姓宁可倒转去埃及继续做奴仆，也唔愿去面对着因。叫做也未拍，都成认输的意思。以色列人最后选择听探10个探子的结论，所拒绝约书亚甲迦勒的结论，就伫最关键的这个时刻内面，
以色列百姓竟然选择唔去攻打对敌，无要进入这个应允之地，乃是要倒转去埃及的所在。所以，迄个时代的以色列百姓，拢总是全部拢死伫这个旷野内面，只有迦得、约书亚会通进入这个应允之地。那么，今日咱所读的圣经节，约书亚记14章6节到14节，是约书亚已经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去迦南地，并且也伫迄个所在征战了7年久了。这个时阵，约书亚伫这个结甲，准备要分土地予约旦河西岸9个半支派的这个以色列百姓，所以忽然间，所走出一个老大人出来，抢伫这个支派的面前，宣布讲，伊有权通先分到这个希伯伦的这个山地，因为摩西捌咒詛讲，要将伊做探子的时阵，脚所踏的所在，拢总归予伊甲伊的子子孙孙永远做业。已经有45年久呢，家里一直拢无放袂起来，因为伊相信上帝的应允，拢是要应验的。所以85岁高龄，这个家里伊讲，我的亏力迄时如何，现今嘛是如何。结果呢，伊得到。总是遐唔是的人呢，伫倒位呢，因拢是死伫这个旷野内面。家己一生拢面对这个阿拉族人，家己不但伫40岁的时阵，甲这个阿拉族人相战。等于进入这个迦南地的时阵，伊特别将近90岁啊呢，不过伊个足勇敢的哦，会当赶出当时这个希伯伦的这个阿拉族人。家己当时所分到这个土地就是阿拉族人的所在，所以当全体百姓拢惊吓阿拉族人的官大高强大汉，准备要倒去埃及继续做奴隶。家己当然知影，阿拉族人是相当的可怕，总是伊相信上帝大权能，我个上帝一定要得胜的。所以家己伫这个85岁的这个高龄，伊赶走了200万以色列人，唔敢赶在这个阿拉族人，这3个族长就征服了迄个所在。家己为什么有通有这款的勇气呢？过去探子所报过拢是事实啦，就是却唔是按照上帝的应允所得到这个结果。上帝的应允无受现实的影响，更加显出家己专一的这个信心。因为家己讲，求你将耶和华迄日应允我这个山地给我，遐有阿拉族人，并且宽大的这个城墙。你也捌听见检测耶和华要照伊所应允的，甲我同店，我就通将伊来赶出去。所以别人看到这个城墙真宽大，阿拉族人真可怕。不过呢，家己却会通看见上帝的同在。所以家己的故事所指出的问题，唔是阿拉族人的身躯顶，问题在伫困难，乃是伫咱看到什么。所以10个探子的失败，是因为凭着家己的眼光去看伊迄个所在的这个局势，因看到伟人的护卫甲坚固的城墙，就惊吓尿尿喘。因的失败是因为挖过因家己的财物。甲破断，因拢总无挖过天边上帝。约书亚记14章24节讲，独独我的罗卜加力，因为伊另外有的一个心志，专一来跟对我，我就要将伊带入去，伊所去过迄个所在，伊的后裔也要得到迄个地作业。伫这段圣经在内面，上帝特别加上
加力呢？是因为伊另外有一个心智，甲专一跟对上帝的心。而且并无摕到这个约书亚呢，我咧想啦吼，是约书亚是当时是摩西帮手，约书亚伫摩西身躯边，看见真侪这新约基础，嘛学习到真侪上帝的律法，伊真了解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上帝。那么加勒就是正百姓中一个尔定呢，伊会通用着属上帝这个眼光来看地面上的代志，佮专一来跟对上帝。伫200多万人的百姓中间，只有加勒一个人尔定呢，会通体贴这个上帝这个心意。那么，什么叫做专心跟对呢？专心就是在咱的心中就认定一个要紧的代志。加勒专心跟对，伊用着耶和华做伊的这个生活的重心，伫个心中就有上帝的方法。所以，不管在要探子，甲200万的百姓怎样背个上帝的道路，伊抑佫是专心来跟对主耶和华的。不管环境如何，伊拢是要跟对到底。加勒伫圣经中出现的次数无真多，第一摆出现的所在就伫民数记13章。伊是犹大支派，伊是一个真平凡的人。当摩西引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伊跟对着摩西做伙离开，直到伊有看到这个无数的这个新约，伊嘛看过红海分开呢，伊嘛看到这个云条火条伫带路。伊甲以色列人无共款的所在，就是伊看到这个新约基础的时，影响着伊的生命，影响着伊的人生观。所以伫面对这个外族的时阵，伊通做出无共款的选择来。伫最关键的这个时刻内面，伊做出一个真正确的选择。伊常常在回想讲主耶和华如何引带因出埃及，过红海，为着因来避免食物佮水；伫旷野为着因来开道路；伫沙漠中为着因来开江河。等于不断去思想的时，这个经历就成做伊的活命中一个真要紧的部分。无过再是讲到，这不过是过去的一个历史故事尔定，乃是我伫个活命中所经历到的代志。所以2年前，上帝通赢过埃及的这个队兵，到今日上帝嘛通赢过迦南的这个外族人。这是伫伊心内所想的，伊嘛常常在思想过去上帝所实行这个事迹甲基础。所以今日当然上帝嘛是按照通来行伟大的代志啊。咱敢有常常在笑念上帝作为呢？咱所经历到的有真侪是上帝的恩典，总是呢。如果咱也无常常去思想、去纪念上帝的作为，就变做个真，咱变个真习惯，袂在意。迄个是上帝特别的恩典，所以咱需要不断去纪念上帝伫咱身上的作为，并且不断去孝顺主的恩典，唔通将上帝恩典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以色列人甲上帝的关系是透过摩西，因伫信仰顶缘的路上是反反复复的，然后淡薄仔挫折，因就去拜偶像，嘛常常咧怀念过去的生活享受，就是因常常咧纪念埃及的这个韭菜，是要食韭菜。总是教你唔单单是透过摩西来认捌上帝。伊嘛亲身来经验到、体会到，这位上帝甲伊的列祖有立约的，是同一个上帝。所以另外有的这个心智的意思，就是有无共款的灵的意思。伫家的心中有一个无共款的灵呢，
众人拢放纵家己的时阵，家己却选择一个无共款的道路，因为伊有一个无共款的灵，至到伊会做出一个甲众人无共款的这个选择。那么全力跟对我的意思，就是完全的跟对我。家己的生活伫每一个层面内底，拢总是跟对着上帝，因为伊弃绝一切甲罪有结连。伫以色列人体贴肉体的时阵，伊又愿意活出这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咱要学习家己，做一个常常纪念上帝恩德的人，也要做一个将信心建立伫上帝身上的人。更较重要就是咱爱学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唔通永远迄个罪，互罪成做咱甲上帝中间的窒碍。就是家己伫已经85岁高龄的老大人，做是咱听到伊犹阁是咧讲，我专心跟对主要化我的上帝。伊跟对上帝，毋是一时的热心尔定，也毋是有急事危险的时才要来追求上帝。乃是伫个整个一生中，每时每刻，拢是全力伫跟对上帝。那么伫咱的活命中，去拄到困难的时阵，咱是这个12个探子内面迄个惊到讲要死的这个12个探子嘛，还是坚持相信迄个2位的探子呢？如果以色列人若看到家己选择错误的选择所递到这个后果，乃当亲像加勒一样，紧紧去选择全力相信上帝，跟对上帝。我相信，因伫这个旷野流浪的时间会减少。检查埋会当互因进入这个应允之地呢？所以信心甲专心改变了家己的这个所看、所想、所行甲一生的这个事奉。上帝的超吹，专心信靠伊，专心跟对伊的人，来做这个时代上帝大权的见证人。当今日。咱伫每一间教会内面，迄个勇敢的家力伫倒位呢？21世纪的家力，伊个就是伫倒位呢？咱大家好好来想看卖咧。阿们。回应时歌，摇花祝福弯弯。山中的白灵是有欠配什么？山顶的白合陪，春天旁边，就是全的上帝，每日修饰一福气，互着上花的结实，献出疼痛的福气。邀我祝福满满，亲像海边土沙，阮的慈爱伫交盼世代。我要举手敬拜伊，出欢喜的歌声，有了情将伊名永无山。山中的霹雳是有欠配什么？山顶的白合陪，春天很旁边，就是全的上帝，每日修饰一福气。互着上花的结实，献出疼痛的福气。邀我祝福满满，亲像海边土沙，阮的慈爱伫交盼世代。我要举手敬拜伊，出欢喜的歌声，有了情将伊名永无山。我的情将伊名永无山。咱这点三角来祈祷，真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今仔日这个网络的礼拜，透过牛肉。
民数记、甲约书亚记来教示咱，就来学习。上帝的功课是爱来学习这位85岁的老大人加勒，伊有另外一个心志，因为信心甲专心，就改变了加勒伊所看见、所思想、所行动的，以及一生的这个事业，以及事奉。但今日上帝在对随专心、信靠伊、顺探伊、跟对伊的人，要来做这个时代内面，上帝大权的见证人。但今日，阮每一个教会内面，遐勇敢的家人伫倒位呢？但20世纪这个家人又搁是伫倒位呢？但听阮的主啊，凭着你迄个圣洁智慧的这个真光，继续来照亮伫阮的这个心内，也恳求天父上帝施恩，今日是互阮所听见的这个真理，会当栽种伫阮的心中，互阮会通来遵行你的旨意，让阮同心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但这点罗牧师要甲你祝祷，愿天父上帝做来甲怜悯，主耶稣基督恩典、圣神保守的感动甲交通，甲亲爱兄弟姊妹同在，伫教记主的面迄日，奉爸囝圣神的名，阿门。亲爱兄弟姊妹，咱今仔日的这个网络礼拜，到这就告一段落。愿天父上帝祝福你平安。